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1月1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6篇，以赛亚书60章第17节到22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25节到第5章第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效法伊。保罗伫书信的中间，时常提醒基督徒应该着爱学习伊所留落来互因的这个模范。但是保罗也讲，这个毋是因为爱这个学生基督徒学习保罗，乃是要学习因所服侍的迄个耶稣基督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节，保罗安尼甲哥林多教会基督徒讲：恁着爱效法我，亲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上落尾的目的就是要来学习基督，效法基督。彼得也安尼来劝勉基督徒。伊讲：恁受选召是照着天父上帝有定的旨意，是要借着圣神来成做迄个圣洁的，着爱顺服耶稣基督，并且受伊的火来洁净。愿上帝丰丰富富赏赐恩典、平安互恁。这是彼得前书第1章第2节。基督徒所以着受到呼召，是因为上帝有定的旨意，也受到圣神引带，成做圣洁。这是照耶稣基督形象咱来受造。保罗伫写互以弗所教会的批信内底，来提醒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，伊讲：所以恁毋通搁再讲白贼，每一个人必须爱兄弟来讲诚实话，因为咱拢是基督身躯顶悬的肢体。恁若发脾气，毋通因为这个脾气来犯罪，也袂通来规工受气，毋通互魔鬼有机会来趁。进前头体的，毋通搁头体，着爱靠着双手来诚实工作，才会通帮赞颂扬的人。毋通伫言辞顶悬伤害别人，只爱讲帮赞人、造就人的话。互听见的人来得到利益，毋通互上帝的圣神来担忧，因为圣神是上帝所有恁的印记，保证上帝透帮恁的日子就要来到。恁着爱除掉一切的怨愤、爆炸，甲这个受气，毋通搁伫遐来宣扬，伫遐来诽谤，毋通搁有任何的受分，爱亲切仁慈来相款待，彼此来饶赦，亲像上帝借着基督饶赦恁一样，爱亲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因为咱称做基督徒，就是要来学习基督，成做基督的门徒。伫生活顶悬会通学习耶稣基督的人，才会配得被称作基督徒。这也为什么伫这个安提阿的耶稣基督的军队，才会受人称作基督徒最重要的原因？因为因的生活就学习到耶稣基督的典范。保罗甲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安尼讲：既然恁是上帝所疼的儿女，就必须爱来效法伊。
恁伫生活着爱处处表现疼心，那亲像基督疼咱，为着咱放杀性命，做即个芳芳的供物甲祭品来献互上帝。佮较消极的做法来讲，毋是讲无伤害人的话。无做即个伤害人的代志，这叫做作为是讲，着爱帮助人，造就人的话，互人听了会得到利益，着爱除掉一切的怨恨，来你会受气甲愤怒，基督徒必须爱效法耶稣基督。保罗伊讲甲非常的清楚，就是讲基督徒需要处处表现有疼心，就亲像基督疼咱同一样。新的改变讲，恁若彼此相疼，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。以赛亚先知就安尼讲着。你的人民要照公义来行，因要永远来继承这个土地。我亲手做因，培养因，就是要为着来彰显我的荣耀。恁上岁的家要成做大族，上弱的族要成做强国。我是上主，伫时机成熟的时，我上主要互这件事紧紧来发生，照着公义来行事，因为上帝造咱，也爱咱受到培养，并且要爱对咱的身躯顶来彰显伊的荣耀。就好像亲像伫米迦书第6章第8节的经文安尼讲，无啦，上主已经指示阮什么是好，伊要求的是来主张正义，实行不变的听，谦卑甲咱的上帝相同行。诗篇76篇，伫犹大上帝人人拢捌，伫以色列伊的名要受尊最大，伫撒冷有伊的会幕，伫锡安有伊徛起的所在，伫遐伊压制火的字。毁灭盾牌、刀剑，以及所有的武器。你的阳光甲威严赢过四围满满战利品的山岭，上勇的人拢受着抢劫，因困去无个醒，连战士嘛袂当出手。雅各的上帝啊，你一个责备，战车战马拢倒落去，无搁起来，只有你通行位。你会收起一个发出，啥人会伫你的面前来徛会牢？上帝啊，你起来审判。爱救地上所有困苦的人，你一个对天宣判，地就惊吓，毋敢出声。人的受气最后会变成做对你的称赞。你一个对天宣判，地就惊吓，毋敢出声。人的受气最后会变做你对你的称赞。
经过你受气留落来的人会围围徛来敬拜你，着对上主恁的上帝下愿，嘛着声愿。四围的人着带礼物来献互通敬畏的主，伊要互骄傲的贵族闹开，伊要互世间的王敬畏。恳求主帮助阮伫生活中来学习你、效法你的模样，互阮的生活会通活出美好的见证。见证阮是属耶稣基督的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